每位合法公民从生到死，都将得到伊甸园最好的照顾。1%的人无法接入伊甸园，这些人被放逐到偏远的第8星系，成为人们口中的残次品。我们这儿本就是空脑症人类的流放地，可能是因为从未留下地狱吧。第8星系里的每一条生命都要为当初的选择付出代价。人的意识与精神网对接，人就真正成为了机甲的灵魂。驾驶机甲，像我这种残次品，这辈子都能指望的。在这个宇宙里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。尽情享受吧！